那个人看起来懂上面，墨西哥围墙基金，他在要钱吗？不，是个很有名、健健的跳南模泰加多寿司，唔讲系玛莎咧。哦，原来是美国总统川普，他又做了乜嘅空空嘅事，还是讲了乜嘅空空嘅话呢？不，川普来到西澳的斯坎普，向下来看下咧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向日葵，欢迎收看这礼拜西澳斯坎普。西澳斯坎普这礼拜同大家都关心一连串来自美国的消息，都在这么个内容新闻以上的世界，我哋现场的来宾圈圈，大家好，我哋看到小鱼，大家好，第三届五个少，大家好，最后我哋看到冰淇淋，大家好。来，你们知道美国总统是谁吗？川普，川普出现的场合，你会看到什么画面？白宫，很棒，媒体，很棒。抗议的民众，抗议的民众都在川普上任扮演男主角嘅推行咧，内地宗教政策又遇到乜嘅情況？看來看呢個禮拜，上來看世界。跳那么尖尖，讲话像炮弹。川普系美国历史上最有话题嘅总统。佢讲过，以下嘅切家，老6歲嘅切家共用係嘅麻煩人物。天選嘅時節，佢講過，我愛本美國高偉大一拜 ，America First， 美國優先。選到總統過後，開始要去做佢嘅政見，有東東人親支持，沒有東東人親反對。今本日就聽到西澳的斯坎普，聽下來看下咧，川普帶來嘅政治菠蘿椒腐，從川普所講嘅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， 我把美國變得很偉大，當然是透過各種政策。到底基本上辦咗又遇到乜嘅情況？影響 Newstalk 攞出提住隻題目。請問記得啲抗議川普乜嘅事情呢？第一，講言總係講療效化；第二，廢除性別友善嘅騙術；第三，保護唔搭天時嘅變化。有你看不懂的字嗎？全部都看不懂，全部都看不懂。你仔細看，一定有你看得懂的。第一個是什麼 ？give 你會嘛？哈。然後 B， 然後對，你們都會嘛？請作答。哎，作答了。兩位男生不要扭扭捏捏的。因為他們看起來就像在蹲廁所。哦，所以主題應該跟廁所有關。對，就是剛剛有一個 B， 對，所以我覺得可能是E。OK， 川普講髒話。你們看了我們這麼久節目，有沒有對一個組織有一點耳熟 ？Greenpeace，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？綠色和平，他們關注什麼議題？環保議題。環保議題，這裡面有環保議題的答案嗎？有，這會有。哎呦，怎麼現在才講這個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剛好看到 Greenpeace， 我想你們怎麼沒有注意到？你是看到廁所？馬桶。我稍微講一下哈。CLIMA climate
后面没写着，但是有什么什么变迁 ？Climate change， 气候变迁。所以为什么气候变迁会跟厕所有关？很好，很好，所以不见得。我们来看答案。真不好意思啦。来，英文有个片语，但是不是在正式场合，然后也不是很礼貌的说法，叫 give a b， 就是指不理睬、不管的意思。川普不理睬 climate change， 川普不管气候变迁，因为他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。各位，你刚才有没有一点点学到我教你们观察的重点？就是我除了叫你们念这个，我故意没有把 Greenpeace 念出来，你们就没有看到它。可是你知道 Greenpeace 我们在节目中讲了很多次，而且你马上能联想到他关注的是什么？环保。所以好不好？下次每一个细节都要注意，好吧？那别急，我们听 Newsdog 详细解释一下。川普于2017年6月咧宣布退出巴黎协议。乜解係巴黎協議啊？不，巴黎協議係一個國際公約，包含美國在內嘅195個國家共下來簽約，主要就是共下減少化石燃料嘅使用，降低二氧化碳，爭做嚟改善全球暖化帶來嘅嚴重問題。唔過咧。我冇愛搞咧 ，America First， 美國愛退出。這麼重要的環保公約，為什麼他要退出呢？不，因為石炭業和石油業對美國來講係當重要嘅經濟來源啊。係講遵守巴黎協議，發展熱調能、風力發電，一條石油大調價就會差唔多錢。美國嘅經濟啊，咪會受到超大嘅影響哦。不 ，America First， 美國愛退出。美國退出以後會用嘅呢？美國嘅碳排放量係全球第二大嘅，係講美國退出咧，對環保來講係一個動態嘅打擊。韓國美國退出咧，其他國家敢會停電退出咧？来，4位小欧不要气馁，给大家2件小小的提醒。第一件事情，今天都是探讨川普的政策，然后第二件事情，我不是威胁，但今天的惩罚很川普，很川普是什么意思？川普放在心上哈。今天惩罚很川普。来 ，Encore 听一下题目。請問記得啲抗議乜嘅喏？第一，做唔得自由宣告；第二，做唔得想愛去哪就去哪；第三，做唔得想講乜嘅就講乜嘅。不不不不不。小鱼，你要相信自己。哇哦，讲好的哦。因为机场你就会想到移动，因为你要从这个国家移动到另外，你要从这边然后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就有可能距离比较远的就会搭飞机，像是你要从台湾去美国就是要搭飞机，就是那个他们跪在地上，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跟发言没有关系。OK。对，然后我又想就是看那个信教，就是我没有看到就是宗教元素。对，那我请教大家哈，我们之前做过那个伊斯兰教的主题，伊斯兰教每天要朝圣城的方向行跪拜礼，一天要5次。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像在做行跪拜礼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川普的某些政策就限制他们要经过申请或是什么才可以到别的国家。他封令某几个国家不能去美国。OK， 所以你觉得这张照片讲的就是那个新闻？有可能，有可能是。我们来看答案。好。
恭喜4位！耶！来，把你们球拿出来。第一颗地球弥足珍贵。终于。一起看下一张照片哦。刚才是机场的航厦里面，你这边可以看到后面像是有停机坪，然后航厦在刚才那里面。大家，你看比方说大家手上举的标语，这边是机场的标志，你们看到 terminal 就是你刚才讲的航厦嘛，有机场的标志。他说 abolish borders 取消边界，因为就像刚才冰淇淋这个听到的那个新闻，他们就是川普透过这样的政策，限制尤其是穆斯林国家的一些民众进到美国来，那他们就是要抗议川普这个政策，所以到机场，然后刚好抗议的时候，是我刚才讲每天有5次要朝圣城行跪拜礼的那个时间，就大家先放下手边的抗议，先对阿拉来表示尊敬，先行跪拜礼，所以才会有我们给你看的那个画面。那实际抗议的状况，我们有请 News Dog。川普上任嘅第一個命令就是禁止設立穆斯林國家嘅人去美國。America First， 美國安全第一。川普為什麼不讓他們進入美國呢？因為有當多人知道恐怖分子就是穆斯林，故所記得嘅票大半川普就是希望穆斯林做唔得去到美國。青島穆斯林嘅生活受到嚴重嘅影響。比如講，本單就喺美國做事也係特殊嘅人，就冇辦法再去美國繼續佢嘅條路來行業。America First， 美國安全第一。不過，信仰伊斯蘭教嘅穆斯林大部分都係和平主義者。就美國 FBI 嘅調查，美國境內嘅恐怖攻擊，單槍有6%同穆斯林有關係咯。所以這個禁令真的可以讓美國更安全嗎？或是只是讓大家更歧視穆斯林呢？来，我们中场稍微回顾一下。第一题，川普不在乎的是什么？气候变迁。第二题，川普讨厌的对象是谁？穆斯林。OK， 那第三题我们来看照片，这在哪里？穆斯林。火车。OK， 跟火车有关。好，我们来看地图。原本在美国，那我们微微的往南移动，这是哪里？墨西哥。刚才我们在美国在上面，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相对关系哈。美國下面的接壤的國家就是墨西哥。那題目係乜嘅咧？要請 News Dog。一條火車等紅嘅人愛去美國，請問佢哋啲做乜嘅咧？第一，阿叔妹請食點心；第二，阿伯妹老五聽送裝屁；第三，孩子老五送東西送到屋下去。請出示答案。我们更讨厌他们。三位，要我幫你嗎？好了，小魚，随便跟他来一好不好下。？随便一个了。我最喜歡這種答案了，好，我错了。每一個都有，好不好？來，我們從玉子燒。因為我真的覺得他拿的東西就是點心。你覺得他們兩者的關係是什麼？老闆、顧客，還是有親戚關係？親戚關係。還是朋友？還是陌生人？都看得出來嗎？都有可能，他們看起來要偷渡啊。偷渡？什麼使你想到偷渡？火車，然後他們都站在外面，他們有可能要坐火車啊，通過墨西哥邊界，然後到美國，很好的然後去觀察。找工作。
很好的观察。然后那可能是他们的家。你看得出这是什么火车吗？光看这个局部，里面可能有载货。他载货的，所以因为旁边有货仓。那你讲的装备里面，你觉得是什么？比方说偷渡需要什么装备？枪、头盔是日常用品，因为不太可能是吃点心，然后宅急便也有点怪怪的。那个大妈她是穆斯林的，然后所以她又不能进去那个美国，然后但是又美国的亲戚或朋友在那边。OK， 所以东西其实不是要给车上的人，是远在美国跨过墨西哥边界的亲戚或朋友。所以他们是宅急便的人。哎，好像玉少怎么样？你的表情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我好像错了。你觉得你好像错了 ？OK， 来，我们看是不是玉子烧真的错了？有请 New Stock。答案是。我不要看。恭喜玉子烧。咚咚咚咚 ！Oh my god！ 很兴奋，来把你的地球拿上来。不要这么不要担心，还有，先不要担心。来，我们看下一张照片。你看，不止那个大婶，其实他们就是你们刚才你讲的非常的棒，他们就是不止墨西哥，他们从中南美洲，那大部分是墨西哥，然后要跨过边界进到美国去，他们都是非法移民，所以这一些人其实知道这些非法移民很辛苦，他们是坐在货运的火车上，那要很长时间，他没有东西吃。所以这些人就是觉得他们在上面很辛苦，所以会提供你看，他给有没有装满了水，然后里面可能就是一些简单的干粮、面包。实际的运作状况一样，有请 New Stock。火柴风给迄慢人，多危险呢！唔惊跌落来嘿。保护，记得是对主美族嘅穷苦国家来嘅，冒险抗地火柴挡风，上爱偷偷的就去美国落实。嘅亚条富人家迄慢人哦。记得是墨西哥嘅富人家，火柴经过嘅时节啦，记得会送50钱嘅食物，然后水哦。本日条又再走又妒忌嘅移民，当日都穷用哦。做乜解我用咁危險嘅方法去美國呢？因為上岸去到美國嘅人太多咧，佢哋做唔得合法過去，但搶做得用一種方式偷偷嘅走去，一下全部結天，我留佢哋種下都腳到盡去，不！有人愛來美國做事，唔係當好嘅，做乜解我叫佢哋呢？答案就喺下一題哦。4位注意哦，今天的最後一題，尤其是1、2、3，好不好？我們先看照片，這像什麼？蓋邊界。邊界蓋邊界圍籬，這個其實是川普他的政策之一。川普在競選的時候說，只要我當美國的總統，我要在美國跟墨西哥的邊界上蓋一道圍牆，然後呢，圍牆到時候這只是圍籬哦，真正的圍牆在這個圍籬上會變成9公尺那麼高，3層樓。好高！為什麼要蓋圍牆？要隔離墨西哥民眾，就是從這邊就直接可以跑去美國。沒有錯。那重點是這個圍牆有多壯觀呢？我們透過地圖來看一下。來，你們看哦，上面是美國，這邊是墨西哥，黃色的線就是美國跟墨西哥的邊界。這麼長一條？對，你說這麼長一條，你知道它有多長嗎？來，你們有從台北到高雄過嗎？轎車的話，小時候大概6、沒塞車的話，應該4、5個小時，4個小時。然後台北到高雄的距離大概就這樣子而已。等下啊，美墨的邊界是10倍的台北到高雄。超過嗎？你想看看，假設從台北高雄要蓋一道圍牆，可是它蓋的是10倍的台北到高雄的圍牆，這麼長。這些資訊記清楚了哈，因為我們看，來，請出題目。請問一條人係做乜嘅呢？第一，支持去圍牆嘅人；第二，反對去圍牆嘅人；第三，臨時演員。
好不好？那大家一起选3。请出示答案。谁听你的？根本没有人选3，好不好？因为前一个题目就是他们要偷渡去美国工作，那他们如果盖起来，他们就不能去美国工作了。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反对。就是感觉就是他上面不是写就是川普就是说的话，对，就感觉就像是就是那个强势，就是因为那些话，所以反对其他人进去。对，然后那个墨西哥国旗，墙上面写的那些字是墨西哥人所犯下的罪，然后川普是代表美国，然后他在他前面围一个墙，然后他那个墨西哥国旗可能就是要不能让他靠近美国，所以中间有一个墙。这一题好像落入一种好像什么都非黑即白都有可能呢。所以没有人觉得是李思妍，搞不好待会就是临时演员呢。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啊，非常有可能。临时演员。咁最近係臨時演員，要唱 New Stock。不要看。恭喜！哦哈！错了。玉子超，来，还有圈圈，把你们第3跟第2颗球拿出来。志得意满呢哈。来，这个人是谁？你们应该看得出来吧？川普啊。他们就在演这个行动剧，就说川普当初提出了这些政策，他们说他不断的批评墨西哥的人，就我刚才讲的，骂墨西哥的人，他们就是带来犯罪，他们是毒贩，然后他们甚至是强暴犯。那其实这些人就是用这个川普讲的这些话来反驳他，其实事实上他们不是。你怎么可以用这种不是事实的借口来说要盖一道围墙？所以这些是反对盖墙的人，好不好？那实际他们怎么抗议？有哪些内容？一样，我们听 New Stock 怎么说。可以了 ，You right， You got it，You got it， 川普在竞选的时间，请本人出强的政策，就是要在美国、墨西哥各地的所在起重重的围墙。怎么该要起围墙，不让中南美洲的人进来美国呢？因为有众多深入的美国人知道投入本基条抢走嘞，同时没有众多人知道有很多非法的移民，治安就变唔好嘞。故所基条老票大本川普，就是希望非法移民唔好再个落去美国嘞。America first， 美国优先呀，就是川普决定的清空的方法。起墙，韩国啊，就是从金融中央有个有足够的父母奶墙。暗床的围墙真的盖得起来吗？不，没人知咧。不过啊，使到很多的钱用来很多的人力起墙，同人老人分开来，咁正经係件好事情。Oh my God, dear President， 总统你好，来了一位川普总统还不够，还有第2位总統你好，哇，欢迎2位川普总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。刚开始，你有6人错都离牙自谦，他们说这是分隔2半的世界，这边是天堂，这边是，请问两位的心情可以简单讲一下吗？无言。我们觉得你戴起来很适合，觉得很好笑，好笑，好笑就够了。对啊，就好。今天谈了那么多，有没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？除了他们2位之外，就是那一张墨西哥人为了要去美国讨生活，就坐在那个载货的火车上，然后这样偷渡过去讨生活。如果你是住在墨西哥那边的人，你也会跟那个大妈一样，
免费提供食物给那些人吗？纵使他们是非法移民，还是会，因为他们就为了想要赚钱给他的家人或者他的小孩，然后去做了这件事情。有一个就是他们能见面，但是只有3分钟。对，然后而且见完那一次面之后，可能以后就见不到了。是你想要跟自己很爱的家人一起生活，一起苦没关系，还是某种程度上是牺牲自己，然后牺牲自己哦，你也是会选择牺牲自己的那种。可是这样你的家人会很想念你。但是还是要维持家计啦。来，你記唔記得過大家看到各種川普嘅政策，本你在認識美國兩個總統叫做安多冇可能勉強，當然兩個政策協會就拄到當到大家對佢嘅挑戰，是希望大家做咧很難認識兩個充滿正義人物。當然很拿到小歐 First 節目，大家禮拜六嘅晏不了7點半，記得對外準時收聽。社會事件簿，宣布大家列隊跟美國總統們問好，好不好？來，台灣 could be number 2, American first, Taiwan number 2, okay?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Taiwan to 小歐事件簿 ，Thank you so much. 很可笑，有一點。什麼可笑？那是美國總統哎，你在講什麼？他水壺在那邊，你有看到嗎？